吗？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白宝，白宝，哎，听说你一个人就把李总他们搞定了，辛苦啊！昨天晚上喝多了，头现在还疼着呢。但是这次公司终于有救了。我早就说了，这公司啊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。哎，你昨天晚上去哪了？我不是去见个客户吗？回来太晚了，估计你们已经散了，我就没去。要不这样，今天你就好好休息。我去找李总他们，尽快把合同的事儿落实了，免得煮熟的鸭子再飞了。你看看。嗯，大兴，辛苦了啊。小曹啊，我真不明白，你自己做的股东公司现在怎么变卦了？董事长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公司里还有一个股东，特别的不识抬举，根本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我想好好的治治他。小曹啊，你这样做只能两败俱伤。其实治他很容易，不带他玩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您的意思是替他出局？嗯，我还没想好怎么做，但没关系。嗯，我的损失跟这个事比起来，都是身外物。嗯。吃什么？嘿，都一样。帮我个忙嘛？什么玩意儿？做我男朋友。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对他好点，否则的话，我等你不客气。对，往前。你爱看什么呀？其实就是感觉挺好的，挺聊得来的。聊得来就躺到一块儿了。无聊啊？嗯。我们去找点乐子去。干嘛呀？喂，你怎么了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有话就说，干嘛板着一张脸啊？大宝，你看啊，我一个男人，我天天住在一个女人家里头，我要看你的脸色，还要看你老爸的脸色。我就像是一个吃软饭的。这不是我要的生活，而且这种生活我已经过够了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今天是一定要走。哎，你有病！是怎么了？哎，我警告你们啊，想在我家待呢，
有这儿的规矩，啊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不许打，不许闹。真他妈越来越乱了。爸，想商量一点事情。你怎么进来连门都不敲一下？啥意思啊？避孕套又用完了，对不起啊，我的也用完了。你想用的话，自己出去买去。哎呀，不是啊，这次不借那个了啦，那你想干啥呀？要点钱。你也知道嘛，我跟吉米在家不太方便，还怕吵到你休息，不如就去外面吧。啊，都给你，多玩一段时间啊。谢啦。出去把门带上。是魏总着急了吗？唐总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啊，我马上过去。